好不容易搬上来了，怎么又搬回去了？那如果要掉到深的地方去，又要从深的地方搬上来，那是不是有两派啊，在那边斗争啊？哎呀，不要恶口，不要恶口，不要恶口。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！害人之心不可有。蚂蚁雄兵真的厉害啊！从那么低的地方搬到这么高的地方。不要骂，不要骂，不要恶口，不要恶口。哦，这蚂蚁还搬那个葡萄干，从那么深的地方搬到这么高的地方，失败几次都不放弃，最后终于搬上来。搬上来没多久要搬回去，搬的过程要掉下去了，然后又再搬上来。